台日两国友谊深交，在当前同日本发生产业大地震，台湾提供真侪援助，互日本的朋友永世难忘。伫疫情期间，台南提供防疫物资，互日本友谊城市。日本也汇进420万剂疫苗协助台湾，双方互动交流非常良好。这次也表达对着台湾民众的感谢。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特别邀请日本108位人气漫画家画一特别签名榜，并留下予台湾人的感谢。展览的最后一站，移师到台南市举办，有108位日本的漫画家，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漫画的一个签名版，有这个当然是对台湾还有台南的一个感谢。其实我们很不敢当啦，其实大家互相帮忙都是应该的。所以说，当台湾碰到了问题的时候，尤其像2016年0206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这个特别支援那个雷达车，来帮忙。日本朋友也特别关心台湾，而这个当台湾还欠缺疫苗的时候，日本政府也这个捐助台湾420万剂的 AZ 疫苗，能够来让台湾补充这个疫苗的量能。当然，过去包括311地震，台湾也都帮忙。那我记得这前2年有一个日本的台风，那也有台南的民间人士自组一个救援队，能够自费然后前往日本来帮忙这个救援，充分见证了日本、台湾、日本大家的一个情谊。我首先感谢王市长和台南市政府对日台这些日台有今年的一系列活动给予的支持和协助，我非常感谢。这场展览结合了真侪知名漫画家签名甲感谢，也互袂少漫画迷到场找找家己的偶像作者。可以看到这一些他们漫画家特别为就是感谢我们，然后绘制这些签名版，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创作家，因为这边有一些也是以前就是有名的漫画，然后作者也已经很久没有画漫画了，这样，然后可以再次看到这一些角色，觉得很开心。台日友情 Always Here Now in Taiwan， 日本漫画家感谢签名榜展览，目前已经伫咧府前路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展出到17号为止。现场展出包含岛根作系列作者红间宪史、第一神拳、身川让次、城市猎人、北条司等超过100位知名漫画家的亲笔画作，活动是免费入场，欢迎市民大众遵守防疫相关的规范来看展。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